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85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85篇，可拉后代的诗，交互圣乐长。上主啊，你有施恩互你的地，以色列受领的人，你有解救因倒来。以色列倒来，嘛通越做，你有恢复以色列的产业，你有赦免你子民的罪恶，擦消因一切的罪过。你有收回你拢总的受气，煞你猛烈的受气。拯救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倒转来，煞你对阮的受气。你甘要永远对阮受气？你甘要继续受气到万代？你甘毋过甲阮救我？互你的子民因为你来欢喜。上主啊，求你互阮经验你不变的疼，将你的救恩赐互阮。我要听主上帝要讲的话。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就是神的子民，永远赐平安和平。总是伊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互伊的阳光临在伫咱境内。主爱甲信息相拄，公义甲和平相争。信息对地发出，公义对天降落。上主赐好物，咱的土地大丰收，公义会行伫上主头前，为伊准备道路。今天这首的诗篇85篇是一首可拉，也是一首可拉的诗。那这首诗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在犹太人被掳归回70年被掳70年满了之后，这个波斯王古列下令全国的犹太人可以归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段的记载呢，可以对照的是在历代志下的36章22、23节。那年代呢，可能在主前的536年，一直到主前的516年的这段时间。那这是一个让犹太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被上帝管教、惩罚，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又在巴比伦当中又被掳到波斯。但是上帝已经按照他对耶利米所宣告的，在日子满了70年的时候，上帝要彰显他的作为。所以这首诗可以很短，只有13节，但是呢讲到了是为上帝的子民、为以色列、为全国国家来祈祷。1到3节讲到了上帝已经不再生气，收回了他的怒气，而且出手搭救拯救以色列人。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回所发的愤怒，撤销你猛烈的怒气。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动词都是已经过去完成式，已经施恩，已经救回被掳的雅各，已经赦免了百姓的罪，已经遮盖了他们的过犯，已经收回神所发的怒气，已经撤销神猛烈的怒气。所以这都是已经过去完成式，表示诗人真的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让我们可以联想对照，真的是在被掳归回70年满的时候，上帝让百姓重新燃起光明和希望。而第二段呢，是从第4节一直到第7节，这一段当中呢，转化成祈祷。祈祷呢，就是求神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做，还需要继续求神能够再一次把他的愤怒都收回，能够重新来拯救、恢复跟百姓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生气的可怕，盼望不要再惹神的愤怒，神能够收回他的怒气。我们来看第4到第8节，拯救第4到第7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向我们所发的愤怒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因你欢喜吗？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这种感觉好像他们看到父母亲生气，但是呢，父母亲又向他们张开手，有一点所谓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好，这是我们站在儿女的角度，或是站在罪人的角度来看上帝。但是从上帝来看，上帝也是一样，他知道这群百姓被掳归回，上帝的愤怒虽然啊、已经擦去了，但是呢，被掳归回之后，依然有新的挑战，依然有新的征战，依然有新的问题在眼前。那这诗人呢，他求神不要再发怒，求神让他们真的学习到教训。而且也求神真的改变这一群的百姓，而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得见上帝的慈爱，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能够领受上帝所赐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呢，在早期的出埃及记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经历，从出埃及为奴之地被救出来。但是呢，在士师记一直到历史的这个萨摩尔到列王，一直到被掳归回，他们这一次呢，又再一次的感受到上帝的拯救，而也知道这个救恩呢是得来不易的事情，不要白白的轻看所得到的恩呢，上帝的救恩。第三段是从第8节到第13节，诗人的重点提醒百姓要敬畏神，而神是诚实、信实、公义的神，要活在诚信当中、公义当中，才能够得到神长长久久的恩典。第8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向愚昧。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使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显。耶和华必赐福气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使他的脚中有可走之路。这一段是非常优美的文字，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一个场景。就是诗人他知道未来的日子虽然有挑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邀请上帝一同前往，一同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上帝的话，所以说要倾听主上帝所说的话。唯有上帝的话，才能够使人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而不偏离。而上帝所应许的平安，才能够赏赐在百姓的当中，而百姓也不会再转向愚昧，因为上帝的话能救人脱离死亡，免得进入试探还有诱惑当中。第9节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使荣耀住在我们的土地，就是在这个国家当中。所以这个诗人在第2段祷告当中，期待上帝的拯救，期待上帝使他们回转，期待上帝将他的慈爱救恩赏赐。但是这诗人也坚定的相信，这个救恩是来从神的话而来，从基督的话而来，而这上帝的话呢，也是能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与神亲近，越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第10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那就是上帝的慈爱与诚实是在这一条路上或是国家的重建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呢，所以相遇就是一个互相的互相的
合作。相亲呢，指的是指亲吻，就是指一个亲近，那现代中文、现代台语翻成拥抱，撒烂，修烂，就是一个拥抱，就是要握手，一起来合作。所以这个国家，不是只有情理法或是法理情，而是要慈爱和诚实、公义与和平。所以这四个元素呢，可以说是一个国家重新回到上帝面前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而11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显。所以在住在地上的百姓，必须要向神诚实，敬畏耶和华；而在天上的神，彰显出他的公义。所以不论是从天上来看地上，或是地上来看天上，当天上的慈爱当地上有诚实，天上的慈爱就降下来；当天上的公义临到地上，就充满了和平。所以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那这是一个国家非常美好、和谐的画面，也是我们在这世上、在教会当中、在人生当中所期待、所盼望的。耶和华必赐福气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使他的脚中有可走之路。所以，上帝要祝福这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国家，而公义行在他面前。他是指单数，所以不是指这个国家，是指当上帝要来到，必须要有公义，使他的脚中有路可走。是很像施洗约翰在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行公义，就是欢迎主的临到，也就是当我们行公义的时候，就是在为神预备道路，让神的脚中有路可走。盼望我们透过今天这一首诗篇85篇，我们不仅是期待我们的国家能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也看见在过去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是一个喜讯，但是也是一个在重建当中所遭遇的困难。那除了向神祷告，而人所要尽的本分就是要聆听神的话，不要忘记神的作为，也要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要让上帝的慈爱、诚实、公义、和平都能够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每一个建设当中都能够相遇、相亲，都能够来预备神的道，来迎接神的同在、神的降临。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父神赐给我们的国家，赐给我们的社会，还有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上帝的话可以来遵循，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更加看见我们能够享受现今的生活，现今的教会生活我们的社会都是上帝你所赏赐的，是得来不易的。让我们能够以神的话为标准，让我们能够抓紧神所赏赐的应许和平安，也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活在愚昧当中，而是让神你的救恩彰显在这块土地上。愿在这块土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愿在教会的生活中，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让神你的福气不断的从天而降，也让我们用公义来迎接你的到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